古早诶，迄是买来翕鸟仔诶。哦，我较早伫台湾咧看鸟仔。看鸟啊，在飞啊，在生卵啊，在孵卵呢。伊嘛拢无放啥伊诶囝呢，咱去过去物件鸟啊，互伊囝食。哦。是啊。是啊。迄鸟啊，佫比别人较迄落呢。迄落大雨创啥？伊会天性甲鸟啊暗咧。哦，对对对对，迄个本性啦。嘿啊，伊压雨袂要紧，伊要保护因囝安尼。主客因今仔讲请假。哦。请假去佚佗呢？无啦，伊就较晚转来吼。啊，今仔偏偏讲小可可能去钓沙诶款。哦，热着啦。热着啊。太热诶。对啊，今仔热甲。今仔阮遮用要100度呢。有哦，97度啊。来，今仔日是即个保罗第一届宣告诶会庭啦吼。有几个城市，咱下面会做来看吼。今仔着14章要看到完啦吼。14章，咱对21啦吼，看到即个28，看到完安尼吼。咱先来祈祷。天父，感谢你过去的保守，阮继续倚靠你，求你施落你的恩典，也互阮的疫情会通慢慢来稳定落来。阮也为着阮的总统，伊染着病来祈祷，求你会使个伫地，将你医治放伫身躯顶，将阮的美国总统的选举交托伫咧手中。互阮会无论是怎样，会当选出一个做你的旨意的领导者来继续带领美国，带领阮今仔日阴暗三更，互阮会当对保罗的行程中间得到一寡帮衬了解。阮求主你来保守阮伫遮尔炎热的天气中间，不但阮的身体得到你的顾守。也互阮所面对遮个野火会使早日来拍花。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好，咱今仔要看就是对咱前礼拜讲到保罗伊伫即个去到即个啥路斯德啦吼，甲特庇。了后，伊即摆开始回程吼。咱看即个地图吼，我用一个较近的吼。你啊看伊遮拢用即个双屏的箭头吼，即个双屏的箭头表示伊去甲转来拢共路线安尼就对啦吼。伊上尾尾去到伫即个特庇遮，了开始倒转来路斯德，过来伊哥念、安提阿、别加、阿大利吼，到遮。然后就坐船，咱来看即个第5，吼，即第5，吼，这第1就是咱前摆讲的第1站去到即个岛啦，吼。第2就是来到伫即个土耳其，也是迄个当初是叫做阿西亚，吼。大概即个路线安尼吼。
第五就是上落尾伊转去的即个路线上落尾啊。好，这是今仔日要看的经文是记载伫即个《使徒行传》14章21到28节啦咱有看到几个所在的地名，我大概小可安尼甲咱讲过安尼啦咱着小可来了解一下比西底安提阿啦就是讲比西底是一个省咱知影其实伫第一摆行程的中间，保罗上重要，除了即个倒数第一站的倒数以外，大概伫即个土耳其的中间，就是提摩太的故乡即个加勒泰遮加勒泰遮的省份，但是加勒泰本身即个地区，伫无共款的时代，伊有无共款的即个土地规划。伫即个时阵，才佫有一个叫做比西底较后壁了后，伫较初代教会后壁了，遐着佫改做即个加勒泰所以即个咱大概知影讲，伊这地点，也是讲行政区一直咧改的中间伫咱即摆咧看保罗的宣教的时，伊遮佫叫做比西底啦即个安提阿是，就是伫即个比西底，毋是叙利亚的我上落尾我会佫来讲一个安提阿是安那有遮济安提阿啦咱即摆知影两个安提阿，就感觉讲安尼有小可混淆其实拢总有10几个安提阿啦我小可等下小可讲一下好这就是我拄则咧讲的，讲伊的行政区域一直咧改变的中间啦到初代教会了后遮落规个拢变做加勒泰啦这个时阵佫有分鲁哥尼啦，佫即个比西底安尼啦大概互咱知影伊遮无共款的省份遮啦好，比西底就是咱讲安提阿是即个省份的即个首都啦伊当然是伫土耳其内底咱即马所知的土耳其啦伊的位置伊的位置大概是无。差不多伫土耳其的中的南边啦整个土耳其的即个版图来看有一寡较重要的技术啦就是讲咱有看到即个石榴机即个即石榴机啦石榴机咱伫保罗开始要出来宣教的时阵，传福音的行程开始的时阵。有看到伊是对叙利亚的安提阿去到西流基去坐船咱毋知会记得无这个西流基你会记记，足重要的连伊我要讲的时阵，伊是足重要，伫迄个当初是一个也是讲伫较早小看，伊是一个王国伊是一个王国。好伫遮咱就看讲，伊伫300年了后这西流基王，你有注意来看，这是西流基王所以伊有一个王国伫遮这是伫迄个马其顿帝国了后发生的代志连尾我会佫讲好，然后比西底是一个省，是当初时大概就是主前295年分出来一个行政区域这安提阿就是伊的咱讲省的首都安尼啦了后，伫主前188年才去互罗马帝国所占去嘛是改做加勒泰省就是咱咧讲初代教会时阵，咱咧讲加勒泰教会、正教会，就是即个所在甲即个比西底有关的经文大概3个，我列伫即个所在，使徒行传13章，咱前礼拜有讲到的所在。甲今仔日的经文头前遮14章的19节比西底伊伫遐差点仔叫用石头拍死安尼再来提摩太后书第3章11节保罗甲即个提摩太提到讲伊伫遮受苦的时阵，
伊嘛拢知影诶代志啊，吼。再来，咱看到一个邦菲利亚吼，邦菲利亚诶一个名，这嘛是一个省份啦吼。伫比西底诶南边吼，咱来看即个地图吼，伊是一个外海诶所在吼。比西底伫遮啊，比西底伫遮，鲁格尼伫遮啊。咱前边咧讲着即个保罗伊伫以哥念啦。罗斯德啦，甲特庇，这拢是伫吕高尼这个所在，吼，这个省份。然后伊倒转来就伫安提阿，伫比西底，然后伊伫就落南，来到伫邦菲利亚，吼，邦菲利亚，这个就是外海边，就是要是讲保罗开始要去外海边来坐船啊，要倒转去伫迄个。叙利亚伊受拆迁的所在吼，所以是即摆土耳其的大概南边，中的南边啊吼，中的南边遮啊，伊的一个真重要的港口，就是咱等下讲阿代里吼，阿代里吼 ，Antalya 吼 ，Antalya 伊这是一个共款吼，咱知影古早吼，古早的城市，那军事的大概拢是伫迄个。山坎足歹讲诶所在，啊，若大概人较济、较发展诶一个所在，大部分若毋是军事、交通，就是甲水有关系啦。咱看足济城市吼，其实甲水拢足有关系哦。咱去看地图啦吼，咱继续来看这个地图吼。你若看这个地图吼，遮重要诶城市拢甲河流有关系啦。你看这伊哥念遮拢甲河流有关系，吼，遮吼，这保罗出生的所在大数，这嘛甲河流有关系，吼，所以甲水，特别是迄个所在有足侪种攀远的所在，一定要有水，人才会自给，啊，才有法度，咱讲生存落来，吼，啊，所以伫即个所在，咱看伊讲，保罗即摆落来对安提阿落来了后，要来的所在。就是挖即个河流的边啊，两个城市别加甲阿代里，啊，当然伊的目的地是要去阿代里坐船啊，吼，要去阿代里坐船啊。咱注意来看吼，别加要到阿代里进前有一个小小的城市，伊嘛有去伫迄个所在吼，啊，这个所在伊会拄着一寡民间宗教的信仰，啊，这个所在所拜的是一个叫做Artemis 吼，这个女神吼，咱叫做戴安娜吼，戴安娜女神，伊是一个足后拍拉的女神吼。啊，咱注意甲看伊的上是安尼啦吼，伊的上是安尼，所以伊是一个狩猎的吼，狩猎的女神吼，拍拉的女神吼。啊，这就是伫保罗。到伫别家诶所在，所拄着遮民间宗教遮，啊，伫即个所在，咱会看到讲，伊诶经文记载有两位啦吼，使徒行传13章13节吼，伊咧讲着即个所在诶地名别家吼，邦菲利亚诶别家吼，遮，然后14章24节，伊就是到遮了后。就要来离开吼，邦菲利亚吼，这个所在吼，伊要去坐船啊。好，阿代里是一个足重要的海港吼，一个足重要的海港就是土耳其南边中的部分，一个真大的港口。啊，你若要去这个塞浦路斯岛吼，差不多拢爱是对遮来出去吼，所以是一个真重要。对欧洲，对行海路要去到伫亚洲，咱咧讲叙利亚还是犹太地即个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港口吼，伫即个所在吼。我拄则讲古早遮个城市足侪甲河有关系吼，伊是即个河口遮吼。这是保罗伫第一届的旅行中间，伫遮算是上落尾站啊，伫遐要结束啊，然后伊就坐船。坐船了，伊无去到即个塞浦路斯岛吼，
居比路，伊就直接倒转去安提阿安提阿所以咱有看即个所在我甲恁涂红色的伫遮咱知影所以伫遮咱会当看伫讲伊阿大利伫即个所在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海路的交通。阿大利是一个伫主前差不多16世纪的时阵14到16世纪所建立一个海军的基地所以拄则你讲这个真重要这个真重要当然这个地名这个地名通常甲人名有关系啦甲人名有关系所以伊是这个王所起的了就互伊的名当然到落尾去互罗马统治了，对做罗马的属地罗马属地。伫保罗的时代，伊就来建立这个庞菲利亚城被加做伊的首都啦。这个是一个军港这个是一个军港。伫迄个主后130年的时阵，罗马的王捌来伫这个所在来访问来伫遮访问大概嘛是主前14世纪第1世纪第1世纪遮第2世纪遮的时阵主后第2世纪遮成做一个基督教的一个中心宣教中心啦，因为坐船拢会经过遮伫13世纪的时阵就捌过去互别个国家来统治啦这就是到尾咱咧讲遮落尾是一个足够发生战争的一个所在足够发生战争的所在，因为伫陆上来讲，伊是欧洲甲亚洲的交界的所在；伫海上来讲，是地中海，嘛是欧洲甲亚洲一个真重要一个军港海港。1920年的时阵这变做一个足细的城啦到伫1970年了后，开始发展旅游业。听讲即马甲伦敦甲巴黎来比，伊即马算伫欧洲排第3名一个旅游的所在。甲即个有关系，就是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14章的25节到26节，就是保罗要结束第1届的宣教行程的中间到伫遮来坐船来倒转去来倒转去。而且讲因到伫别家传福音所以咱看保罗去到逐所在，伊就把握机会去传福音啦然后去阿大利，伊要去才真济，伊就安尼讲经过遐尔，伊就传福音，然后就去到阿大利，就坐船转去伫安提阿。这个安提阿是叙利亚的安提阿，毋是咱拄则讲比西底的安提阿所以咱逐个知影一下那比西底安提阿，伊就会写比西底啦咱大概知影就是讲，即摆咧讲这个安提阿伫叙利亚，就是伫迄个地中海的东边，伫犹太地的北边伫北边遮。咱大概知影讲，伫叙利亚的安提阿是基督教非常重要的一个早期的宣教中心。差派宣教师、差派保罗，拢是对遮出去基督徒第1届去用称作基督徒，嘛是伫这个所在所以咱大家爱对这个爱有一寡了解。我拄则有讲伫东车时伫东车时拢总有10几个所在城市，拢叫做安提阿。这10几个安提阿中间，就是这个叙利亚的安提阿是上大的一个城市上重要的一个城市当然到落尾就搁没落因为伊的迄个河流有真侪山就塌掉的就无介侪人住伫迄个所在啦但是咱这个咱爱知影就是讲，伫叙利亚的安提阿伫黎巴嫩的这个山脉这个
中间我海遮诶吼，伫西流基港附近诶即个安提阿，这是非常重要诶一个咱讲基督教早期诶即个宣教中心啊吼。即个就是即只吼。咱知影这嘛是河流吼，我拄则讲啊吼，大部分真重要诶城市拢甲河流有关系，你来看遮诶，这拢是啦吼。我想伫咱台湾诶发展诶历史中间，咱嘛知影淡水河沿路有足侪初代即个马街所开设诶教会吼，又有水嘛吼，所以咱大家圣经中间有看到即两个安提阿吼。土耳其，咱咧讲诶比西底安提阿，甲叙利亚诶安提阿，吼，咱大概知影吼，咱大概知影。好，即个安提阿大概是伫主前301年诶时阵，西流基即个王吼，叙利亚王西流基所起造诶啦吼，所起造诶吼，即个城市介大吼，介大，伫当地是真重要诶一个首都啦吼。嘛是基督教诶宣教诶中心，大概伫5世纪进前吼，伫遮开30摆诶即个教会诶大会吼，咱讲大公会议，伫即个耶路撒冷以外，伫即个所在开介济摆吼。5世纪进前就已经开30摆，所以你会当看伊讲，这真重要吼。甚至讲使徒因嘛伫即个所在咧论讲，即个外邦诶福音要安怎看待等等遮诶代志吼。相关诶经文其实是有介济啦吼。我用举几个吼，《使徒行传》第6章第5节吼，伫遮咧讲到安提阿人吼，来做执事，伫遐咧管食饭诶代志。使徒行传11章第19节，司提反伫即个所在伫遮吼咧讲到主耶稣基督诶代志，咧传即个伫外邦诶中间传福音啦吼。使徒行传第11章22节讲到耶路撒冷教会来送巴拿巴出去吼，来传福音吼。再来使徒行传11章25节。就是咧讲到保罗甲即个巴拿巴吼，伊去伫遮找保罗即个吼，来到伫遮教会甲遮诶即个信徒做伙，然后基督徒上头起先就是伫遮开始去用称做基督徒诶所在吼。使徒行传11章27节吼，来讲到遮有几个先知吼，对耶路撒冷来到安提阿吼。因为即个所在真重要，所以因若要出来要传福音，拢会先来到伫即个所在，因为要离开犹太地，大概就是五北就是即安提阿是一个真重要诶城市啦吼。当然五东就是沙漠地区，基本上遐较无通好去宣教诶所在。13章第1节就是咱前边开始咧讲即个所在啊吼。过来14章26节，咱讲到即个保罗对伫即个土耳其等于伫安提阿吼。过来15章22节，伫遮有过一摆来车牌吼，过来车牌30节吼，咧讲到因遮甲写批诶代志吼，去到安提阿15章诶35节吼，巴拿巴甲保罗对遮开始出发吼，22节即边开始派遮路尾就开始出去啊。15章22节，就搁因搁倒转来诶所在吼。加拉太书第2章11节，伊嘛搁提着吼，即个遮吼咧讲到即个加拉太加拉太咧讲诶时阵，有讲到即个安提阿去彼得有去到伫即个所在吼。伊咧讲到因咧论证诶代志吼，即咱前边有伫查考诶时阵有讲着吼。伫即个所在，咱有看到伊无特别讲着介济人诶人名啦吼，但是有讲着真济人，就是伊传福音诶对象。才有讲着学生吼，才有讲着长老。伫遮咧讲着学生有2个部分啦吼。第一个部分就是保罗伊到
逐所在伫遐传福音了后开始训练，这人嘛叫伊诶学生吼。但是当伊到伫即个叙利亚诶安提阿诶时阵，这学生是咧指耶稣诶学生吼。这大概咱知影，咧看迄个地点，来去分别伊咧讲诶物件是啥物话啦。咱前礼拜有讲着讲，伊去到伫逐所在受着欢迎，伊就传福音，伊就伫遐，去互赶走，伊就搁离开，去到别所在，无论伊去到啥物所在，伊就是把握迄个机会，就开始来传福音啦吼。这是保罗所互咱看到的吼。伫遐毋若传福音尔，咱前礼拜嘛有讲着，伊伫遐坚固学生，就是讲面对济诶传统诶道神诶崇拜，也是讲面对犹太人诶即个错误诶教导，伊伫遐来坚固因。坚固因诶意思就是讲，互因伫真理顶悬徛会知啦，无受到影响安尼啦吼。这大概伊较重要诶吼。伫遮咧讲劝勉诶代志吼，伊伫遐鼓励劝勉坚固，就是讲，互遮诶信徒家己有能力来面对，面对即个信仰。所以伊讲英语诶圣经讲真清楚，remain true to the faith， 就是讲，互因会当家己伫即个真正诶信仰顶悬会当徛在这个意思是安尼啦。咱咧讲诶坚固这是保罗伊咧做诶一个真重要事工。所以咱讲 disciple training 对伊来讲是足重视诶足重视诶。所以伊嘛因为安尼开始来训练教会诶长老，设立教会体制。这个目的就是讲，当伊若离开诶时阵，这个教会会当家己搁继续运作这是保罗诶目的，毋是讲恁来听福音拢听我诶，拢我靠我诶，毋是伊诶目的是讲，要互教会会当家己会当自立，会当开始运作，会当开始搁家己传福音，家己搁训练同工。伊诶目的是安尼我想这个是教会真重要诶代志所以你要看伊英文诶圣经，咱讲伊伫遮伊来指定也是训练遮诶长老，互因伫逐所在拢有安尼诶体制来建立啦逐所在拢有每一间教会伫英文诶圣经是 every church 啦every church 每一间啦毋是逐个安尼当然建立体制足重要，但是建立体制毋是重要目的这个教会的存在是为着上帝国。明仔载伫某想我嘛去讲着讲，守节期的目的是要创啥？毋是为着节期，是为着上帝的名啦好，再来就是讲伊伫遐来传福音、讲道理，当然嘛是搁照圣经咱会记咧讲，保罗伊真重视迄个，咱咧讲迄个护教护教学护教护教的基础伫倒位？毋是保罗讲就煞，是倒转来伫圣经的基础内底所以保罗伫遮伊真重视伫迄个旧约圣经的教导这个是真重要信仰基础啦当然伫遮咱会看讲，伊个坐船倒转去去安提阿城反省的部分就是讲，咱看去保罗甲巴拿巴，因受劝去传福音，无论去到伫什么所在，只要是有人还未信主，伊就去传福音这个是真重要。但是伊嘛无受到颠簸，有人无接受伊就搁继续行这个我感觉这是真活用的一个传福音的观念啦咱有当时会当坚守去互一寡物件去拔掉的这保罗伫遮互咱看无共款的伫遮咧讲建立制度互教会会通家己会当管理继续发展，这真重要所以你注意来看保罗伊的宣教的目的，毋是要起造家己的王国咱会去真侪迄个开拓的牧师拢是讲这是我的王国，这教会我的保罗无即个概念所以咱会看伊讲伫使徒行传内底，伊讲真清楚，
你莫去分讲阿波罗，莫分保罗，拢毋是，咱拢是属伫上帝、属伫基督诶吼。所以伊是足清楚诶即种诶概念。所以伫迄个所在建立制度培养长老诶人选啊，伊毋是伊迄个目的，当然是迄个一种诶方式，互伊会通有系统来教会继续运作落去。但是敬拜上帝较是伊诶目的啦吼。好。即摆我要甲大家讲到迄个即个安提阿城诶代志啦吼。有足侪诶共名诶安提阿，足侪吼。叙利亚诶安提阿是对咱较重要吼，是即个西流基王吼所建立诶。伊诶老爸诶名就是叫做安提阿国，安提阿国伫即个所在吼。我改一个诗互咱看，伊诶老爸名，照希腊文来读叫做安提奥，所以咱即马咧讲安提阿是已经是英语化诶讲法啦吼，但是伊迄个古早咧翻译是安提阿国是咧讲因老爸，要纪念伊诶老爸啦吼，所以伫伊诶统治诶下面，伊诶领土内底拢总有16个城，拢叫做安提阿啦。其中是咱咧讲叙利亚安提阿是上大诶一个安提阿城吼。咱大家知影啦吼。这安提阿就是咱拄则讲着吼，伫这叙利亚遮吼。伫提摩太诶伫即个罗马统治诶时代，安提阿因为伊诶条件真好，所以嘛有真高度诶即个发展啦吼，嘛有真水诶建筑啦吼。但是因为咱知影罗马诶统治诶内面，因足爱用即种咱咧讲诶迄种役敌，公共役敌，伫迄内底有足侪诶真无好诶风俗吼，真无好诶风俗啦吼，有一寡咱神秘诶宗教等等诶吼。你若看这个所在吼，因就开始有一寡无好诶生活、无好诶文化等等正诶，然后就开始败坏吼。这嘛初代教会所咧面对诶物件啦吼。当然伫即个所在，耶路撒冷基督徒为着要闪避遮诶迫害，拢足侪人就走来安提阿遮，所以才会诚做初代教会即个宣教中心，因为足侪犹太基督徒拢走来伫即个所在吼，嘛基督徒诶名第一届伫遮来被称呼，有即个历史诶背景啦吼。所以咱就知影讲，亲像第一批诶宣教师嘛，对遮派出去诶啦吼。保罗嘛，几若摆对遮出去吼，等等正诶吼。咱拄则嘛有讲着讲，伫遮有开30摆诶即个基督教诶大会等等正诶吼。这是对遮诶即个圣经诶即个百科全书找出来资料啦吼。好，西流基就是咱拄则咧讲迄个。安提阿诶西南边就是保罗坐船迄个城，迄个海港。迄个时阵就是因为西流基伊做王诶时阵吼，做王诶时阵所建立诶一个国度啦吼。即个伊本底是伫马其顿帝国内底诶一个大将军，然后伫马其顿诶末期了后。大概我想每一个迄个帝国吼，到落尾拢安尼啦吼。较强诶王若伫要死了吼，下骹诶人吼，我无服你，你无服我安尼，就逐个安尼分封做王安尼吼。西流基是伫马其顿帝国了后，所有诶将军内底，会当讲是上有气力诶。逐个拢无彼此无服从，所以逐个人拢占一块土地，家己王国。但是西流基王国是伫马其顿了后，才会正王国诶中间上大诶一个啦吼，上大诶一个吼。所以伫即个罗马帝国进前，马其顿帝国以后，
即中间，伊西流基王国是算上大也真重要诶所在。啊，伊诶统领诶所在大概是对土耳其诶一寡东南边遮，啊，对叙利亚咱讲整个诶犹太地，一直到中国，吼，一直到中国吼。啊，我等下用地图互咱看吼，啊，伫遮吼，伊统领诶所在遮大啦，吼，遮大，吼。咱讲印度洋伫遮，吼，甲中国即边遮拢有吼。啊，即个其他诶将军所占领诶所在，吼，逐个人占一块地，安尼做王安尼，吼，这是因当初时诶一个情形安尼啦吼，嘿，好，啊，所以咱大概知影着讲，伫马其顿帝国了后，因遮着逐个来占领安尼吼。啊，即个西流基伊是算讲上有气力啦，啊，统治了上大诶一个所在安尼吼。大概互咱了解即个整个诶历史诶背景，甲地理顶悬吼，知影。当然，伊嘛是保存着即个保存着即个希腊诶文化啦吼。好，是安怎叫做叙利亚吼？甲即个咱拄则咧讲诶西流基吼。西流基诶名足共啦吼，咱注意看吼，但是无共款诶语言啦吼，无共款语言。这西流基是希腊文，叙利亚是阿拉伯文，吼，叙利亚是阿拉伯文吼，咱大概知影即马咧讲诶叙利亚是用阿拉伯文翻译出来诶名啦吼，咱大概小可知影者吼，也是对亚述即边来遮吼。即个语言因来遮统治吼，咱知影回教有一段时间统治即个整个欧洲、亚洲遮吼，所以咱大概小可了解遮个地理甲文化甲历史，安尼咱就知影讲是安怎安提阿会遮济个，咱捌两个吼，佫无够济吼，但是已经有当时会会啊安尼吼，小可互咱知一下安尼吼，好，差不多到遮。哎，我甲伊关起来。